今仔就免调解啊啦吼。你看你哪啉酒啦？无讲啉。你好。新北市，你新北市什么？新北市港珠。哦，龙威啊。啊，捌来吃不？捌哈。第三届。哦，第三届。啊，拢来只交流安尼啦吼。哎。还看啥？捌加过无？捌啦，来喝。哎呀，好。有大了无？有啦。哦，好，咱邀请到咱这新北市甲板桥运动会遮兄弟龙会遮选入人员甲聘用人员，那甲分享这做农业的能力按目前遮讲过去干咧能力时阵系因素，办的这个雨水的这个特产大地油咱今年咱这两项这地油的品质非常水咱这兄弟龙会来现场来遮。采收提供咱这个北部咱这个市区来甲咱斗推荐。阮新北市农会甲咱板桥区农会，来甲阮这个农友好友咱雨水农会咱蔡理事长甲蔡总干事来这个做交流带着阮所有的选聘人员甲李干事来这搭遮应该讲是中间无法来讲第一届来这蛮优惠隔壁的种油所以讲这届这个亲身体验，大家拢买个足欢喜，这地油拢足水的，相信讲这个农友伊真认真、真拍拼，用感情咧种的，所以造出种啊足水。所以讲咱丽水的地油一定是赞。迄有加啊！我系加进去啊！来。加多嘞！这条会使哦，这条 A 啦。哇，这个赞啊！